營商動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贊助播出。呢位先生，唔知有咩可以幫到你呢？冇嘢啊。但係你到成朝咯喎。哦，出面熱，我入嚟涼下冷氣唔得咩？咁你隨便啦，小心唔好凍親喎。等等，點解我咁可疑，你仲可以對我咁客氣嘅？因為我哋公司都好重視每一個客戶㗎。你呢刻可能未係，但係遲啲可能會係呢。切，你哋公司都係靠啲咁嘅嘢嚟氹啲客啫。我哋真係好重視每一個客戶㗎，所以仲有用一套客戶關係管理軟件嚟幫手㗎。企業嘅成長同客戶有密切嘅關係，企業喺尋找客戶、培養客戶群、洽談協商、篩選同保留優質客戶、增進合作等各個階段所累積嘅客戶資料，係企業嘅一項寶貴資產，亦都係企業能夠快速增長嘅關鍵。合理記錄同客戶嘅各項互動，都能夠幫助企業更加了解客戶，從而促成合作或者提供更好嘅服務。一個電話、一次會面嘅商討結果，或者當前正喺度商談緊嘅項目等等，各種細小嘅資訊匯集起嚟，都有可能將潛在客戶轉化為客戶，將客戶轉化為長期合作夥伴。但係客戶資料來源十分之廣泛，團隊之間資訊嘅管理、共享同協作有一定嘅困難。而應對呢啲繁雜嘅管理工作，一款合適嘅客戶關係管理軟件就可能幫到你啦。Xpo CRM 就係一款客戶關係管理軟件，屬於開源軟件，可以下載原始碼自行安裝，免費使用。佢亦都有線上體驗版本，打開網頁就可以開始試用，方便企業了解系統功能。軟件設有常用嘅聯絡人管理同查詢，對比相應權限嘅使用者，能夠快速查閱客戶資料。團隊成員亦都可以協作對客戶資料進行更新。利用軟件可以追蹤客戶從查詢到達成合作嘅整個過程，例如收到客戶嘅查詢，簡單登記客戶嘅姓名就可以開啟追蹤過程。詳盡嘅資料可以留待同客戶互動嘅時候作補充。確定客戶有較強嘅合作意向之後，可以將呢一個潛在商機變更為聯絡人資料，登記有機會合作嘅項目，開始追蹤項目進展。軟件設有看板功能，令企業成員對正喺度進行緊嘅項目進度一目了然，亦都設有一啲常用嘅報表功能，又可以將數據匯出，使用其他工具進行分析。你咁隨便將公司機密同我講，我先唔信啦。其實呢個軟件大家都可以下載嘅，所以都唔算係咩機密，而且我哋都想營造一個更加友善嘅環境。其實我係公司老闆派我嚟，想睇下點解個個都讚你哋公司，叫我嚟抄㗎。有型嘅嘢呢係好容易抄嘅，冇型嘅嘢呢就好似企業文化咁樣，係要慢慢磨練出嚟㗎。希望你都可以俾心機啦。如果冇乜嘢嘅話，我返去做嘢先啦。如果我哋公司都咁用心為客，咁就好啦。如對本集內容有興趣，歡迎電郵查詢。英語一分鐘。大家好，英語一分鐘又返嚟啦，繼續有我 Tiffany 同埋 Nick 為大家講解常用嘅英語技巧。Nick 冇見一排，你好似靚仔咗喎。Oh, thank you very much。聽到 thank you very much， 好多人都會接 welcome。你會有其他嘅建議？喺呢個情況，其實仲可以答 anytime、forget it、no sweat、don't mention it 或者 no problem 都得。以上嘅講法都係比較輕鬆嘅。如果要回應上司對你嘅感謝，可以答得正式啲，例如講 my pleasure。Okay, it's my pleasure to be your partner again。我發現冇見一排，你唔單止靚仔咗，仲口甜舌滑咗喎。營商動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贊助播出。